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6篇，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14节，启示录第2章11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大光。今天是平安夜，圣经记载平安夜的当天有2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。这2件事情呢，我们暂时先不论它发生的时间点，但它都与上帝的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在黑暗中旷野的牧羊人，或是我们说东方的术士们，在黑暗中所看见的启明星，其实都是在表达黑暗中的光，大光照。这大光的是代表在困境中的人之盼望，是黑暗中的人的大光，是带领人在不可知的未来中继续前行的力量与指引。今天就要请兄姐就读今天释出的经文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到第7节。生活在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，以往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现在有光照耀他们。上主啊，你赐给他们极大的喜乐，你增加了他们的欢愉。他们喜乐正像人收割农作物，正像人在分占战利品。因为你已经粉碎了他们的解锁，扭断了抽打他们的鞭子，折断了压迫者的棍子，正像你从前粉碎米甸的军队一样。侵略者的靴子染满了血迹的战衣都要被火烧掉。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将赐给我们，他要来统治我们。他将被称为奇妙的导师，全能的上帝，永恒的父亲，和平的君王。他的王权将继续增长，他的王国永享和平。他要继续大卫的王位，他以公平正义为统治的基础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决意要成就这件事情。那时候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命令，要罗马帝国的人民都办理户口登记。这头一次的户口登记是在居里牛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，大家都回本乡去办理登记。约翰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往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叫伯利恒，因为约瑟属于大卫的宗族，他要跟已经许配给他的有了身孕的玛利亚一起登记。当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他的产期到了，生下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，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栈里都没有地方让他们住。在伯利恒郊外，有些牧羊人夜间露宿，轮流看守着羊群。主的天使向他们显现，主的荣光四面照射他们就非常的惊惶。可是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这消息要给万民极大的喜乐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。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着，躺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。忽然有一大堆的天军天使一起出现，颂赞上帝说，愿荣耀归于至高处的上帝，愿和平归于地上他所喜爱的人。
提多书第2章11节到14节，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。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属世的私欲，在世上过着自制、正直、敬虔的生活，等待我们所盼望的那蒙恩的日子来临。那时候，至高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要显现。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，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邪恶，使我们成为他纯净的子民，归属他，热心行善。诗篇96篇，要向上主唱新歌，全地要歌颂上主，要向上主唱歌颂赞他，要天天传报他拯救的佳音，要向万国宣扬他的荣耀，要向万民述说他伟大的作为。上主至大，应该大受颂赞，他应该比万神更受敬畏。列国的神都不过是偶像，但上主创造的诸天，光荣威严环绕着他，大能美华充满他的圣所。地上万民都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他的荣耀和大能力，要颂赞上主荣耀的名，要携带供物进入他的殿宇。当上主显圣的时候，要俯伏敬拜，全地都要在他的面前颤抖，要向万国宣布，上主掌权，大地坚立，不会动摇。他要以公义治理万民。欢跃吧，大地和天空；呼喊吧，海洋和其中的生物；欢乐吧，田园和其中的产物。那时候，森林中的树木要欢呼，因为上主要来治理普天下。他要以公义统治世界，他要以信实来对待万民。感谢上帝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成为世界的大光。感谢上帝，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平安夜的这一天，也能够成为福音报佳音的仆人，也能够成为世界的光。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